回来看咱国内，宜兰大溪上界出名的就是温泉，不过当地是有不少温泉饭店甲徛街，因并无有水管，拢是直接把这垃圾水漏落水沟内底，这就造成竹子口溪变作是全宜兰污染上界严重的溪，这是血水沟嘛拢臭毛毛。一阵这管护费变46亿，要来起污水系统。 世界拢能看到温泉饭店的看板，宜兰大溪乡是有名温泉乡，因为国道5号周边的厝价是一直起，主体也愈来愈多。啊，不过这所无污水下水道系统，不管是饭店也是主体垃圾水，拢直接排入道路排水沟，搁流入溪仔内底。 这条下晡排水排入大溪乡所有垃圾水，搁流入竹子口溪，互竹子口溪加做宜兰县污染上严重的河川。市区的排水沟因为无污水下水道，常常传出臭味。啊，水沟拢做歹味的对了。啊，水沟挂伊会空气会出来啊。大部分拢有啦。 因为这无改善袂使啊，这水沟还会臭，迄个鱼仔拢会去臭到鱼仔死了了。地方迄地政处希望伫大溪乡赶紧建设污水下水道系统，县政府规划分年分阶段投入46亿，也决定伫25年排水门边啊新设水资源中心。那我们积极的去推动这个，是要给后代留一个永续的 水资源环境。那我们现在目前，我们大概水资源中心的地点也已经定案了。那我们希望提早来设计，那设计完之后，紧速来执行水资中心的一个工程的发包。县政府表示，因为水资源中心的实施计划按照每年3、4月才会完成，搁送内政部审查，为加速工程推动，避免行政程序上过久。今年已经成片了1500万的工程设计费，希望较早完成设计搁发包，提高大溪乡环境的品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